知道大家知唔知而家嘅鋪頭鐵閘，以前嘅鋪頭鐵閘有咩分別？而家就等我哋去採訪下我哋嘅同學，睇下佢哋知唔知啦。叫住子陽，你哋知唔知而家嘅鋪頭鐵閘同以前嘅鋪頭鐵閘有咩分別啊？鐵閘唔係真係攞嚟做防嘅咩？有咩唔同啊？我知啊，之前呢個鐵閘唔係由左入去到中間嘅咩？而家佢係由上到下。又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通花鐵閘呢？有時行喺街上面，成日見到零零星星有一兩間鋪頭嘅鐵閘，花紋特別靚。其實嗰個就係通花鐵閘。而而家喺街上就好少可以見到通花鐵閘嘅身影，因為隨住時代變遷，通花鐵閘呢啲費力又費時間嘅工藝已經漸漸消失。但係其實通花鐵閘係50、60年代非常之流行，閘喺古代有防守嘅作用，例如係城門嘅閘門。當時嘅舊社會流行前鋪後居嘅生活方式，而一般嘅住戶就會選擇使用菱形門。但係由於鐵枝交叉形成嘅菱形攬閘敲下好大，安全性不足，於是商鋪就紛紛選擇喺攬閘前加上人字形嘅鐵板。當時嘅鋪頭冇窗，為咗通風同埋美觀，人們就會選擇喺鐵閘上面手工雕刻上花紋同埋自己嘅商號。全部都係由傳統手藝師傅純手工製作而成。為咗了解更加多關於通花鐵閘嘅資訊，我哋就採訪咗第二電器行嘅經營者。我想問下咧，你個通花鐵閘係咪有開鋪頭嘅？63年，1963年嗰年。咁以前個通花鐵閘咧就係雙層㗎嘛，入邊嗰個攬完出邊咧就一格格，好似變咗鐵閘咪好似雙層咁樣咯。鐵閘咪攬完之後話俾你聽好實淨。而家你呢啲電閘咧，新款啲鐵閘咧，我哋啲點上去啊，咁所以咧就好易壞。咁其實你知唔知點解而家越嚟越少啲通花鐵閘嘅存在啊？冇人做。你而家啲新嗰啲撳下就開係咪？啲電閘嗰啲書喎，通花鐵閘你開嗰時就開咗佢啦，閂就閂埋咯，咁就話係咪？你一定要。我想問下，咁通花鐵閘其實有咩好處呢？會好啲啩，流通啩。隨住前鋪後居嘅形式消失，市面上對通花鐵閘嘅需求越嚟越少。新式嘅鋪頭就採用咗較平嘅捲閘代替咗厚重嘅通花鐵閘。其實而家香港街頭唔少通花鐵閘都係名不副實，上面所雕刻嘅商號同埋而家嘅店鋪名稱往往都對唔上號。而喺背後就有一個有趣嘅現象，過去嘅商戶為咗慳返更換鐵閘嘅開支，喺搬遷新店嘅時候就會沿用返上一手留低嘅鐵閘。加上通花鐵閘本身就好襟用，動輒就可以用幾十年，就咁樣代傳一代用到而家。下次經過嘅時候，不妨睇下，可能仲會發現呢啲鐵閘上面保留住成咗已經消失嘅老字號。通花鐵閘而家更加係買少見少，以前嘅鐵閘都係為咗鋪頭量身訂造嘅，而通花鐵閘唔單止係香港舊區嘅獨特景色，更加係香港匠人精神嘅見證。每一道花紋都係由師傅手工水做而成，更加蘊藏住對工藝嘅極致追求。呢種精益求精嘅匠人精神，正正就係當代社會最需要傳承嘅價值。我哋保育嘅通花鐵閘唔單止係保存回憶，更加係守護香港嘅文化根脈，讓傳統嘅手藝得以傳承，讓城市嘅故事得以繼續敘說，留下屬於香港嘅獨特印記。